高雄寿山动物园的救伤中心，逐年以第8外只的野生动物，以高山啊、鸟蛙类为主。最近动物园阁连续救到2只目睭吊伤的暗光鸟仔囝，目前是拢已经恢复健康啊。动物园嘛呼吁民众，若是有发现吊伤的鸟仔，就要紧卡1999来通报，唔通家己黑白叫登去照顾。 2对目睭圆高大蕊，看镜头模样实在真古锥。这是暗光鸟的幼鸟仔，顶个月互农业局送来寿山救伤中心，检查了发现因的目睭甲某受伤，怀疑可能是互弄到。加在经过治疗，目前已经豆豆恢复。最近小连续有2只暗光鸟的幼鸟仔送来动物园，因为幼鸟仔阁袂晓飞，袂找物件食，爱等因学到野外生存能力，才会当放线。我们就是经过一些眼睛的检查之后，我们现在是把眼睛暂时的缝合起来，然后给予点眼药，然后观察他眼睛恢复的状况，放一些活鼠让他自行捕食，然后再看能不能野放。寿山动物园救伤中心，逐年拢会移除100外只野生动物，是以高山仔、鸟仔、扁禽为主。目前救伤中心内面有8只受伤的暗光鸟，大多拢是互弄到，嘛有时仔断气、神经出问题等等的状况。 可能有时候他们在训飞的时候，幼鸟落巢，但其实它妈妈可能亲鸟就在附近。如果一旦把它带走，它可能就是学习的能力会，当然就是还是由亲鸟，带着它们会对它们的生存比较有帮助。 兽医表示讲，因为暗光鸟的适应能力真强，除了一般像人，嘛会出现伫都市绿地生活环境是甲咱人有顶塔。呼吁民众若是看到幼鸟仔，千万唔通捡返去饲，也是交互相关单位协助治疗。记者钟义辉、邱兆勇高雄报道。